為了要推廣歌戲文化，文化部甲高雄左營海軍中山堂加新起的綜合大樓定做台灣歌戲中心。經過2年多的試營運，30下晡正式掛牌。唔但有歌戲這名稱來祝賀，也有兒童歌戲的成果發表。文化部長李婉就表示，期待掛牌了後，歌戲的發展會當愈來愈好。倒數3、2、1，揭牌啦！紅布條一扭落來，大大歌戲中心5字掛在大樓頂懸。這塊牌啊，大家已經等2年多。文化部2004年甲組建海軍中山堂，甲新起的綜合大樓，定位做歌戲中心。2年來，國立團藝中心透過試營運的方式去測試調整，總算是有一個完整的團隊甲經營模式。文化部長李婉希望中心的成立會當帶咱台灣在地發展出來歌戲愈行愈遠。原來原有的傳統這些巨星的表演，把它重新培養觀眾以外，剩下就是要往下傳承。正式定名為歌仔戲中心，也希望呢，透過歌仔戲中心，講讓本土的歌戲最有效率、最有資源的整合，能夠推動。鬧3位歌戲界明星小生來獻上祝賀，這場掛牌儀式嘛結合兒童體驗營的成果發表，用歌戲1到2億的表演概念，安排囡仔扮演小生小段，有文戲嘛有武戲，看到囡仔充滿自信的表演，唱出咱台灣在地生態的歌戲，和在場的觀眾甲戲團代表攏真感動，因為大家看到歌戲的世代傳承。這是咱以前的心願吼，前輩講啊，恁遮細個嘛得愛唱一個，唱袂出來。但是即馬有遮爾好的所在，啊，佮大家一直咧推廣歌戲，我相信講未來歌戲佇台灣本身就是一個真在地的戲劇，但是以後伊絕對愛愈來愈蓬勃，愈來愈發展。愈在地愈國際，李婉表示，中心的成立代表的毋若是一個基地爾爾，伊嘛希望會當成做在地文化中心，甲國內外觀眾帶來遮，嘛甲歌戲殺向國際。記者柯家族顧兆陽高雄採訪報道。